继续来看垦丁的龙盘公园是吹高级的强阵风，甲停车场的看板吹到，人要徛嘛徛袂在，请记者来报道。 好，直播受到康瑞台风的影响呢，目前在恒春半岛这里，其实可以看到，从中午过后就已经吹起了强劲的风，而且雨势也是一阵一阵的下。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龙盘公园这里，其实可以看到呢，一旁的树木啊，还有草丛也是跟随着风这样子不断的左右摇摆。其实，在现场这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强劲的风势，因为稍早前呢，这里侦测到是有9级的强阵风，原本平常就已经风势有够大了，现在又台风的加剧呢，其实人都是一个站不稳的状态，而且安全帽呢还得像这样用手扶着，才有不会飞走的围巾。其实可以看到呢，现场这里是空无一人的状态，而且呢，其实可以看到呢，整个能见度也是相当的低。原本在龙盘公园这里呢，其实大家都会来欣赏这个风景，不过因为现在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，其实望出去呢也都是灰蒙蒙的一片，因此呢，其实可以看到目前呢这边也都是没有游客的一个状态。然后稍早前呢，我们也在现场为你这边来直击到，其实在外面的路牌呢，这是停车场的路牌也是有一个倒塌的一个现象，因此还是要提醒民众呢，尽可能是留在家里面，不要外出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先把先镜头交给棚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